伫颂扬琴行温馨的音乐以及 SFC 歌舞团热情的舞蹈表演当中，有过台南大碗百55周年庆即将到来，百货业者为庆祝55岁生日，同时也要回馈消费者长期的支持。百货男女装满5500就送500，大家电满10000就送1000顶优惠。另外，还有信用卡礼、卡友礼等好康。我们百货公司今年已经55岁了所以说我们今年在这个时间特别规划了55周年庆的活动，来分享给我们的台南市一些好朋友。那我们这个活动呢，会从6月23号一直到7月4号。这段时间呢，我们的活动呢，主要是针对百货服饰，消费满5500就送550元。那另外在9大银行呢，也规划了消费刷满5500多送200。所以说整个活动是非常的优惠的。那我们针对这55呢，也做了非常多的主题活动，包含了我们首5日只要你在馆内消费满555元，加55块的这个现金就可以来购买星巴克的一个中杯的一个拿铁一杯。我想这个也是非常优惠的。那每一天会限量100杯。那另外我们在一些55周年庆的55的数字上面，会规划一些活动来包含一些抽奖活动。除了以上满额礼回馈，各业务部门伫55周年庆期间，也规划出各项55好康优惠，要来和消费者提好礼。这次呢，我们55周年庆带领什么东西来给大家呢？夏日防晒必备防晒，买大送小。我们2楼星巴克推出呢，我们55周年庆，只要比特币购卡加全馆打卡550元，再加现金55块，可以换一杯大杯拿铁哦。我城外带9折。第二个，这个戴安娜包包是买1个送1个。针对55周年的部分，绝纺上衣原价4800，55周年庆的价格是1500块。4楼童装那个萌翔，它这个号称可以穿着这个小脚拖可以跑马拉松的台湾之光，390元而已。这边台版的鞋子只要1990而已。推出的是相应的盘开式保温壶480号的，只要550哦。台南大碗百55周年庆，当期自6月23到7月4号推出各项满额回馈，还有55好康优惠，就是希望将百货55岁生日的欢喜，甲消费者做伙来分享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